哎，那个子群3号麦有开吗？有。这个有声音吗？哎，你艾珍姐讲一下话，讲一下。喂喂。哎，再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 ，OK。哦，这样这么大声。可以。这支3号是那个艾珍姐。好 ，OK。先关起来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然后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让我们单单的仰望在十字架面前，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得以站立在这里，因为你的爱。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爱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在这个时刻也可以自己预备心来做一个祷告，将一切荣耀都献给爱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用真诚的心对他来唱，对他来说，主耶稣我爱你。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指的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无论要我们再次来对他说，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赐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赐的祭。我们一起来说，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接近，按你所赐的敬拜你。再一次来说，哈利路亚。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接近，你所赐的敬拜。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让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我们在他面前敬拜他，赞美他，发自我们最真诚的心。要付什么代价，让我再次说我爱你，我
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我们再次心与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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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尽我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我再次说我爱你。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献上我们的心。黑暗中失去方向，你的光将我照亮，跨越我全所有变动和艰难，你爱一直都在，不失败。恐惧中你是我刚强，在沮丧也能歌唱。我知道神的灵住在我里面，他会带领我勇敢，不后退。你是信实，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永不入怀。你是信实，你是信实，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永我入怀。恐惧中，你是我刚强，在沮丧也能歌唱。我知道神的灵住在我里面，带领我勇敢，不后退。他是信实，你是信实，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永我入怀。他爱我们每个人。你是信实，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永我入怀。我们再一次说，你是信实，你是信实，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永我入怀。哈利路亚，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永我入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为了自己，我们时常有的时候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我们会有恐惧。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刚强壮胆的心，来面对任何时候的挑战。因为主的爱，他的信实，他的盼望永不更改。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使我们能刚强壮胆，向面对每一个挑战，向前行，走每一条道路。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无论是为了自己，为了你所爱的人，为了教会，为了这个国家。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
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爱我们的耶和华。他是配得的，他是配得一切赞美，配得一切歌颂的。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灵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高举他的名。我要高举你，爱吞灭了恐惧，无人能与你相比，触摸我心。你爱使我着迷，在你怀中安息，无人能与你相比，触摸我灵。我要高举你名，爱吞灭了恐惧，无人能与你相比，触摸我心。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来敬拜他。是我着迷，在你怀中安息，无人能与你相比，触摸我灵。我要高举你名，爱吞灭了恐惧，无人能与你相比，触摸我心。你爱使我着迷，在你怀中安息，无人能与你相比，触摸我灵。你是心事，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用我入怀。你是心事，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用我入怀。我们再次来说，你是心事，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让我入怀。你是心事，永不离开。你是盼望，永不更改。你爱我，让我入怀。你爱使我着迷，在你怀中安息，无人能与你相比，触摸我灵。我们再说一次，你爱使我着迷，在你怀中安息，无人能与你相比。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尽情的、尽兴的在这里赞美你，带着一颗真诚敬拜的心在你面前。因为你的爱，使我们能刚强壮胆向前行，带着主你爱的力量。不论我们在遇到任何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靠的唯有主。求主耶稣能够安静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心，安静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敞开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来领受主你满满丰盛的话，坐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带领我们勇敢向前行。哈利路亚！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让你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只要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这相爱，终有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奉献。
敬请同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是伟大的神，是配得称颂赞美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应允我们，你要以我们的赞美为你的宝座。当我们赞美你时，你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赞美你时，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与捆绑，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平安与喜乐。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疾病，使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在属灵征战中成为一个得胜者。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愿意凡事谢恩，凡事祷告祈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用心灵以诚实来敬拜你，常常默想你的慈爱恩典。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救。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一生要跟随耶稣，就不会在黑暗里，必得着生命的光。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用主祷文来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教会消息啊，今天主日颁发教会奖学金，请郑梅长老。今天是我们那个颁发奖学金哈，好像是第一次在华语礼拜举行了哈，那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本来是很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都能够来参加这个华语礼拜。我记得国外的教会都是带小孩子一起来参加礼拜的哈。那我们从小让孩子进入圣殿，也聆听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我不知道来了几位哈，但是我们有唱到名字的，还是请他到前面来领哈，好不好？今天很棒哦，今天能够到华语礼拜的来领啊。不晓得有几位呢？我唱名到的，我们就到这边来哈。那就，从小主日学开始好了啦。余秋雨，秋雨就到前面来啊哈。杨新宇有吗？新宇没有，没有到。好，嘉轩。还不习惯在这边哈，来牧尘。你练没人练，有的就上来。好，有就上来。一楼，子安，天香，不是有天香吗？我记得他有来。木瓜， OK，
泽清，少宇应该没来。子爱，知道子爱也在哈，只要是国中组的哈，我们国中的以乐，季红、黄怡，好，天鹰呢？天鹰不是有来吗？我念成天香去了。既然把我们天鹰念天香是阿姨的错啊，天香不讲。我天鹰啊，天鹰从小就在主日学的，我从小就来这里，小就婴儿的时候就来了，对。以前我们有一个高天香老师了，所以来，我们请牧师来颁发哈。虽然是第一次在华语礼拜，天鹰好乖。好，我们照一张。我们今天好棒，我们这几位都来参加华语礼拜的，拿好奖学金，拿好哦哈。好，恭喜你们继续来，长时间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哈，就是继续成长，好棒。好，我们颁发奖学金就到这边。教会消息哈，第二项，请各团契第4季的10到12月的活动主题哈，或那个事工排班啊，请交给干事整理。第3，10月3日啊，将举行本年度的第5次的圣典礼，请有要受洗的坚信礼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向那个请牧师这边报名。第4，原定12月19日的圣诞舞会要取消，然后请松年团契的琴社团契还有妇女团契的预备呢，我们要在华语堂，在台语堂青少契的青社还有主日学的预备。我们就在华语堂举行。团契消息，9月25日的下午妇女团契4点聚会，我们是在线上。如果姐妹们各有，因为各大疫情各有什么心得，我们就在线上来分享。9月26日礼拜日台语礼拜结束后，就举行琴社团契有聚会。那肢体消息还有奉献明细，自己在周报里面自己再看。如果哪一个错误呢，明细就请英干事那边联络，谢谢。今天圣经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5章19到20节耶利米哀歌第5章19到20节。耶利米哀歌我来念：耶和华呀，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拒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讲道一节牧师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回转的力量。好，请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先跟大家到中秋节快乐，我们互相来中秋节快乐一下，好不好？来，今年比较可惜，就没办法烤肉啦，那大家就自己各自烤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愿你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愿你的话语亲自来洁净、安慰、看顾我们，也愿你的话语带给我们重新得力的盼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牧师要透过耶利米哀歌来跟大家分享回转的力量。疫情教给我们许多事情，疫情教会我们很多事情，看似是新的，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我们常常看疫情教会我们，就是当计划又赶不上变化。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的老牌的，听说很多老牌的店商家什么鸡肉饭好像又就关了，熄灯了。其实这个以前也有，只是没有爆出来而已。很多的上市柜要上市上柜的公司，有很多的公司行号，他们要拓点，甚至要出国留学，因着疫情做了很多的变化。难道这样我们就失去了盼望了吗？或者突然临到了生离死别、病痛的事件，就是世界的末日了吗？难道我们生命的出口就只是这么狭隘？我们常常想得到的那一两条路吗？可能有人会说，牧师，你不是当事人，你没办法明白。对，我们可能没有做生意失败过，被债务追得走投无路的经验，我们也可能没有得过癌症，或者都得过什么病痛的一个经验。我们真的没有立场多说什么。可是，如果今天从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王朝它都可以被灭掉，那相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盼望是说，如果一个王朝它被灭掉了，一个王朝，它又可以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重新建造圣殿，我们应该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回转的一个力量，可以让这个王朝起死回生？耶路撒冷不止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城市。每次想到耶路撒冷，我就想到子爱9个月的时候，我跟志梅牧师、吴老长老娘、宝玉姐，我们在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一个中心。但是当国家面对许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历史来看，以色列诸王还有宗教的领袖，他们活在他们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他们容许假先知一起传递假平安的一个信息。假先知告诉他们，上帝在我们这边，放心，我们的王朝一定会稳固的，上帝也一定会保护我们。可是我们知道，就在主前586。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城墙倒了，血流成河。这是一个上帝的子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日子啊！这个也是耶利米哀歌整卷哀歌的一个背景。我们现在可能听这个背景没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如果现在是在阿富汗那边那样动乱那样子的那个战争，我想我们可能读起来会有更大的一个感受。一节牧师虽然没有经过战争，但那有经过单打双不打，那个是宣传单哦，可是被打到还是会死掉也就是说，那个时间点他叫你躲，你还是要躲。我妈妈跟我分享，在战争的时候，她还小的时候她看到阿兵哥，然后在跑，一边跑一边狂哭狂叫，然后身体上都是血，然后手就扶着肠子掉出来的肠子，然后扶着他然后那边狂叫。我想那个战争是非常的痛苦的。我们可以想象耶利米那个时代，看到他一直呼吁他们要悔改，可是整个国家被毁灭了，他的心境是怎么样？以色列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的心却是非常的顽梗。他们不听从耶利米先知的呼喊，不止耶利米，众先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旅程，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总是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张，我们想要追求的，以至于我们骄傲，听不到圣灵的提醒，让我们的心也偏离上帝的轨道越来越远。
今天的经文19到20节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啦。刚刚好没有看到经文，来那个19到20节，我们一起读来，请。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利米从内心发出一个哀嚎啊！上帝啊，你在哪里啊？你忘记了我们吗？以色列的百姓的心被蒙蔽了，他们为了私欲，他们离开上帝，他们背弃上帝，他们背弃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跟上帝他们立了约，他们去追求众偶像、众神明，他们沉迷在欲望、权力、财富之中，他们让他们整个的信仰群体不公不义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他们不听从上帝对他们的爱，差派很多的先知。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牧师上帝会感动很多的弟兄姐妹去探访你，去邀请你，以至于上帝最后透过巴比伦帝国对以色列施行审判。看看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的我们，我们如今要面对的众巴力偶像，比以前多更多啊！尤其现在受网络媒体资讯以及价值观的影响，我们常常会给我们自己很多的理由跟原因，体贴我们自己肉体上的需要。什么需要？世俗的追求啊！没有人想再排在后面了，大家都想站在前面，越站越高的啊。而在信仰上，我们就渐渐一点一点的，我们就退让，我们就慢慢退让。我们不怕上帝是会审判的上帝。昨天，一节牧师的 LB 跳出来，不是跳出来我大哥也 po 了一个 LB， 我大哥现在在金门嘛他已经退休了，55岁退休了他陪我爸妈，然后他就 LB 就写说某某宫某某宫的一个神像被偷了，不是被偷了，被换狸猫换太子，就是他们本来那个神像听说很灵哇，那个都擦得金光闪闪的，那个神像被偷了，然后换了一个比较破的神像，他们在找寻神像，然后里面当然写很多说都不怕神明会怎么样。我想有时我们会我们不怕上帝是会审判的上帝啊，我们更轻看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爱啊。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撞墙了，我们生命碰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回头呼求上帝啊，你在哪里？你都没有看过我，以至于让我现在遭遇这么大的一个困难。这个有点很奇怪你都不听嘛，然后你犯错了才来怪。20节这么说，耶利米为以色列百姓呼求上帝，你在哪里？上帝其实一直都在，是我们离弃了上帝，上帝没有离弃我们。经文21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就得以回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一节里面有重复的字句，代表都非常的重要。PPT 看一下21节21节，回转，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以回转。牧师今天要来谈谈回转。回转大家应该都很知道，大家回转是什么意思？完了，回转可能就转身嘛回转转过来那有开车经验的人都知道下高速下错交流道一定要怎么样？马上一定要再转了，你不能怕麻烦就不管了。或者是说我现在要去台南我往北部跑，你错你就一定是要回转，这样回转你才能够看到你的目的地。用信仰的角度，回转就像一条悔改的一个旅路悔改的旅程，就是从不好的地方转身向上帝过去。福音书中有记载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跟他的父亲要了家产，
然后就离开，然后就四处挥霍。当有一天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又回到家里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隐隐约约知道说，回转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回转不是那么容易，好像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忙，我们没办法自行回转，回转比想象中的困难。因为世界上的诱惑的力量非常的大，让我们舍不得放手，或者是我们被某一些传统事物的价值观框住我们的想法。牧师每一天只要有倒垃圾的时间9点，你们要找牧师，晚上9点53分，我在承德路一段77巷巷子口倒垃圾。牧师到了4年多认识了很多人。第一个外劳，认识了蛮多外劳都会跟你打招呼。然后也常会碰到浩志然后金秀杰的孩子，还有那个秋霞的先生，然后认识了一个阿嬷隔代教养一个阿嬷他知道我是牧师，他每次看我走过来，然后我就弯进来，他知道我是牧师，他很好奇，问很多教会的事情。他也跟我讲说我孙女应该可以是你们主日学。他跟我讲了4年多还没来啦还没来讲了4年都还没来。好，前2天他就问我说：“牧师你小孩多大？”我都多大哇，你们以前有没有补习啊？我说没有啊。不补习不行啊！现在孩子一定要补习啊！不然已经跟不上啊！他非常非常的担心。今天的牧师不是要谈补习因为可能在座我们有弟兄姐妹开补习班嘛总是要有人来补习嘛，不然怎么经营下去牧师今天要说的是，不管以前或者是现在，我们常常被世代所认为的价值观帮我们带着走。不要输在起跑点。要考上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好的一段婚姻，赚大钱，在社会才有地位，这些好不好？不错啦，也没有说不好。但是现在是21世纪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普遍在台湾的社会现象，还是一直就是这样子。牧师这个世代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乡下那个时候读大学的不多，你只要能读到大学，纵使是夜间部，都会放鞭炮。在台北可能很难想象，在乡下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背后所带来的意义，会让我们离信仰的真理越来越远，以至于哪一天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我们要回转的力量都没有。今天的21节后半段说：“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耶利米祷告的重点是盼望以色列与上帝可以重新被连结、建造起来。他希望他们可以如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是大卫王一样，他们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耶利米知道，我们人自己要远离罪恶，非常的困难。保罗也说，我们看到罪恶怎么样，你不要想要去制服它，你要逃跑，那个是真的是诱惑跟力量很大。耶利米知道回转更新的力量是在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才可以使一个浪子他有办法回头而在这回转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有把手放掉，我们要信任上帝。这个简不简单？很困难我们看耶利米，他那个时候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眼前的困难还在，他国家已经灭亡了，人民被掳了，他心里非常的忧伤，这个是一个事实。但耶利米说，此刻这些都不是重点。耶利米哀求什么？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年日，让我们像古早一样，让我们得见你的面。意思是什么？当人犯罪离开上帝，我们只有重新跟上帝恢复关系，我们才有新的力量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面对生命中很多的困难跟诱惑的时候，可能是疾病缠身、家庭冲突，或者是有婚姻上的关系、工作上的不顺利，甚至在
转换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到底要往前走、往后、往右、往走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主啊，求你帮我解决问题，让我能够脱离这个压力，让我能够及早看到答案。我们想用那个一般世俗用跋杯，我们最好赶快去跋看，马上你给我指示，神明你给我指示，不是这支签没关系，我再拿另外一支签，反正我今天就要跋3杯就对了，把答案带回去。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样子？我想牧师也能体谅，在困境、在抉择当中，这样的想法都是人之常情的。但耶利米却不是这样祷告啊，他是求让以色列百姓重新回转，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啊。因为耶利米知道啊，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啊，眼前的困难纵使解决了，以后他们一样会再犯。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最底生命的源头的问题把它找出来。这样，当我们每一次的回转、谦卑的回转，我们重新紧紧抓住了上帝，我们的生命才有机会被更新啊，被翻转的机会啊。不然一定会翻转一半，你一定会再换。在翻转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出埃及一样。大家知道出埃及的意义吗？出埃及最大意义就是我们本来是奴隶的一个身份，然后离开埃及，然后我们变一个自由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可以不被世上的物质辖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离开罪恶，归向上帝的恩典。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充满主同在、新造的一个生命啊！我们不再是一个奴隶的生命。我不讲你现在是奴隶的生命，还是自由的生命。牧师，我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怎么会是奴隶的生命呢？没有哦。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在更新，以至于当我们有这个更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怎么样？他会给我们勇气离开原来的环境，离开我们熟悉的地方，打破我们原来固有思考的模式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有向未知来奔跑啊。没有做过的事情会不会害怕？我要问一下博彦，没有当过父亲，你现在要当父亲会不会害怕？会，很诚实啊，会。那个是一个未知的道路。但在信仰旅程中，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就有机会一直不断经历出埃及的事件。弟兄姐妹，出埃及的事件，我们一直不断的经历，我们一直要把我们的心门打开，在我们的心门里面，我们要填更多上帝的爱，而不是我们自己。以至于当我们填更多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牧师要来说一个见证哈，9月13号，牧师的 FB 跳出10年前的信息，10年前哦，有可能可以告诉我，今天是老花眼哈，10年前9月19号你做了什么事情？亚斌哥，10年前，大概忘记了。4年前好了，可能还记得了哈。好，我问一下，4年前的9月3号，建成教会发生什么大事情？有知道人有一杯咖啡哦。4年前9月3号，建成教会发生什么大事情？哦，志梅牧师就任嘛，知道了几手？还有记得的几手？这没人你记得吗？只有你记得，其他人呢？忘记了几手？你看哈，所以其实哈，10年前你根本不可能会记得。那个信息跳出来的时候，牧师非常的感动。10年前子爱读幼稚园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病，然后被某大医院，某大
某大医院误诊，哦，高烧不退，高烧1个礼拜不退，我们马上紧急赶快转到马偕医院，非常的担心，全教会我们的母会大家都很关心。子爱在这1个礼拜的当中，后来他健康出院，在一个住院的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几乎大大小小都来看他，有的买故事书的，然后来读故事书给他听，哦，然后有的拿那个买东西给他吃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哈，整天都没有人来，他就是说，今天怎么都没有人来看我？然后把那个讯息出去哈，马上母会又有人就赶快过来。牧师分享这个见证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待久了，我们会把这些事情当作稀松平常的事情。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代祷、住院、现在疫苗的关心，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上帝透过子爱的住院，在温暖我们的母会，在建造我们的母会，在建造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他让母会的弟兄姐妹付出他们的爱心来关心子爱，也来关心到我们。我们也试着学习去接受别人弟兄姐妹的爱。在这样看似很平常的一段事情、一个事件当中，我们一直经历了被爱，经历了被医治，经历了被安慰。这个爱就像炭火一样，在子爱这个跳出来之前、之后1天来2天，淑慧姐也跳出她2年前 LB， 她住院，我不晓得大家有印象吗？淑慧姐那次非常严重。刚刚讲的哈，那个战争哈，肚子不是破掉吗？肠子跑出来吗？我跟你讲，淑慧姐就是这样子，从这边吃，从这边也跑出来哦，哦，那么严重哦。但是那时候我们也透过弟兄姐妹大家的爱，哦，我想，这个也是可以以后可以来谈的。上帝透过很多的炭火在我们信仰情侣里面燃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悔改。过程当中，我们会更明白上帝的心意。在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回想归向上帝的一个力量，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里面，我们会经历神迹奇事的发生。牧师，什么是神迹奇事？就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就是神迹奇事了。以前你觉得你都不敢这样做的，你却做了；你害怕的，你也做了。而这样的神迹奇事会带领我们去见证上帝的一个恩典。见证什么？就是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有的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而这爱的力量，这回转的力量，也帮助义杰牧师在子爱出院2年后，我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放下在经营中的事业，走向上帝无视上帝的路。我昨天刚好也在跟子群分享，其实这个是一条很不容易的路。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我不敢走啊！一家都没有人赚钱，你们都在读大学，爸爸去读神学院，这个是不合逻辑的，这个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神迹奇事这个就是神迹奇事，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它却发生了。弟兄姐妹，在埃及虽然有肉可以吃，敬拜堂我们可以上来哈。那个埃及虽然有肉可以吃，但是我们仍然是奴隶的身份啊。这是什么意思？在埃及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一直还是靠自己，还是依靠世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还在埃及啊，我们就是奴隶的一个身份啊。我们要开始出埃及，出埃及就是我们要放手啊，我们要放手。出埃及容不容易？出埃及非常的困难啊。为什么？你出埃及的时候，后面还有那个埃及兵在追杀你，拿枪拿刀想要来追杀你。而我们看到离开埃及呢，进入旷野之后呢，很多的未知数在等着我们，会不会怕？会啊，
会啊，弟兄姐妹。可是当我们不愿意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没办法永远得到改变的。这回转的力量会帮助我们再一次转移我们生命中的罪恶、我们的惊慌、我们的害怕，而归向哪里？归向上帝，归向恩典，归向机会，归向光明。弟兄姐妹，如果现在你依然还在害怕，牧师为你祷告，你要放手，让上帝带路吧。当有上帝同在，我们这个新创造的生命，什么都可以做啊！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可以自由奉献我们的生命，奉献我们的金钱，而不用去担心。我们更可以自由的去爱，我们也有能力去原谅别人，原谅自己，甚至我们可以，青年朋友，你们可以很自由的去做梦。上个礼拜三，大家都知道，现在《斯卡罗》这部剧非常的红，这个导演也是基督徒，他也是拍摄那个《一把青》的导演。上个礼拜三，我台湾神学院的老师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你现在这么红，在演艺圈里面有没有诱惑？”他说有。他说：“若不是他紧紧抓住上帝的话，他早就沉沦下去了。”弟兄姐妹，上帝甚至让我们有力气。当我们在工作、在我们事业在往上的时候，从魔鬼来的诱惑就会非常非常的多，会攻击我们。但是当我们紧紧抓住上帝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我们一起站立，让敬拜团带领我们用敬拜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细细细细，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属的敬拜你。细细细细，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细细细细，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细细细细，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示的敬拜你。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无论要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发自内心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愿你日益更新我们的心，
将我们那个胆小的心、害怕的心、被诱惑的心，能够完全来被拿掉。主啊，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中，愿你帮助我们，能够随时提醒我们有一个回转向你的心，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紧紧的抓住你的爱，好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一个人，而让我们能够在未知的旅程当中，来为你做光做盐。主，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一起拍手！我们一起唱啊！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裁决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就那受压制的自由。我大声说，你打不中，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能行，总会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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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更大声，哦哦哦哦哦哦。大声说，我打不中，我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总会改，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久没跳了，我们请一带我们跳一下来。其他人都没跳，我们好，再一次是不是？其他人大家一起跳。我刚看那个地心都快跳起来了。好，来1、2、3，好。谢谢大家，中秋节快乐！